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分享電工 A 牌其中一個考試項目遠端線路測試，行內人稱佢為18點。張相類似考試場地，有18條電線連接住1號箱同埋2號箱，即係每個箱各有18條電線嘅導點，需要50分鐘之內揾出18條電線，邊條正常，邊條唔正常。唔正常又係啲乜嘢電路故障呢？段片分為4部分：儀表調零、線路狀態歸類、3線簡單示範、18線故障尋找示範。A 部分儀表調零，去片。好，我哋嘅標呢要調嘅，比如我哋打一檔啦，一啦，咁啊呢個標呢，可能同考試標唔一樣，但係呢一樣嘅意思啫，都係發燈標。咁我所以攞兩個標針梳一梳佢，碰一碰個標針係發咗未啊？咁啊，應該標每個標都有個調零嘅，有一調嗱，呢個調零嘅，睇下調到個零得唔得？調咁樣對住零咯。咁啊放手之後呢，假如佢呢邊唔對零，咁啊又攞個十字拍，咁啊調呢度嗱，呢個唔對零咪調，應該考試唔會俾你調呢個噶啦。咁調一調佢嗱，係咪要調啊？係得嘅係咪啊？我要調翻呢個零，好啦，最恐夢佢睇佢係咪發覺，唔係零，又調翻佢，又調翻個零先。我應該方向唔同啊，咁啊調翻零咪 OK 啦。只要有一發針就證明呢個通啊，就咁意思。B 部分，譚師傅打18銅人陣嘅時候，第一招叫做破陣分招，先分類逐層拆解。線路狀態可以分正常、唔正常，唔正常再細分開路、短路，短路又再細分導線以外連接其他導線，同埋導線以外接地。C 部分3線簡單示範，去片。呢條線呢，我哋攞個發聲標啊，咁啊打風鳴筒就好啦，風鳴筒會響嗱，有啲標，即係等於我哋學初階咁啊用呢個標係咪？考試就係發聲標，就咁會發嘅。好啦，咁啊呢條線啊同呢度啡色係通嘅，水線係通嘅 ，N 線係通嘅，跟住呢3條線之間係唔通嘅，咁啊叫做正常咯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如果我擺呢條 N 線同呢條藍色嘅扭埋，啡色線扭埋，咁啊度呢頭，係咪通啊？等下我哋就模擬咁去啦。嗱，就呢條線咯，咁意思。嗱，咁樣叫正常呢條線咯。唔正常咩叫唔正常？開路即係斷咗嘅，得唔得？跟住短路同接地，咩叫接地啊？即係話18條線入邊呢啲線有部分落咗地，同條地係通咗嘅，咁叫做咪落地咯，叫做接地。短路咩意思啊？短路就係兩條線之間短咗路啊！我示範俾你睇下，咁叫兩個字，我就一嘢就攞把鑽啊！示範俾你睇，今日釘落條線，哦咁啊一釘完之後，嗱呢3條線咁啊叫3點啦，係咪啊？3點叫3點故障點尋找睇下啦，攞個標度先，咁啊開始出現故障啦。原來呢條藍色同啡色咁叫短路，條水線有冇事啊？條水線冇事，水線同啡色冇事，即係話呢條水線係正常咯。點正常啊？就睇呢頭又變成呢頭啦。咁呢頭呢？呢頭有冇短路啊？咁啊攞呢邊嘅 N 線扭埋條藍色嘅度呢邊嘅藍色同水線，通，咁證明呢條水線冇事咯，係咪啊？咁啊甩咗呢邊，咁度就唔通啦，因為甩咗，所以呢條水線正常嘅，呢兩條唔正常啦，因為呢度塞咗，咪呢口釘有問題咯，所以咁叫唔正常啊。OK。D 部分18線故障尋找示範，去片。18點度啦？18點正常同唔正常，唔正常呢落地嗱，我哋同呢份表就順序最啱嘅1、2、3、4，啱個順序咁好。譚師傅第2招5步制勝，第一步揾接地，從1號箱、2號箱分別揾出邊一點顯示接地。第二步揾短路，從1號箱、2號箱分別揾出邊一點顯示電線互相連接。
第三步係第二步嘅延續，即係將1、2號箱分別已經揾到嘅短路點，關聯返佢哋從1、2號箱互相嘅關係。第四步揾開路，第5步揾正常，再睇示範深入了解，去片。落地度完就唔使重複，唔使翻手嘅。好啦，我哋睇呢個箱一箱，邊度落地啊？使唔使睇個標？個標準係喐喐，咁啊即係落地啦。嗱，呢個是但呢個標筆放邊度嘛？就當呢個黑色啦，放咗呢個點啦，呢個落地啦。咁啊睇呢18條線同呢個地邊個通？試試嗱，一喐，三仔。揾接地嘅原理，用移標一支針接住地，另一支逐點接觸。見到移標發針，代表該點接地。以1號箱第3點為例子，你見到佢形成一個完整線路，所以見到移標發針，代表3號線接地。記得先，三仔啊，3、8記得38、15、38、15、38、15、18、38、15、18，咁就寫出嚟咪落地地咯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即係呢38、15、18落咗地嘅，寫翻好嘅三仔。咁啊，等陣就唔使 check 呢四個數啦，跟住睇第二個箱啦，又係咁篤住佢，睇住一喐，H 記得先 ，H H， 等陣借先，慢慢嚟。E H J， 地線啦，數落去先。O O 啦，好啦，所以呢啲全部落地嘅，呢四個線頭全部落地嘅，就必然呢三同呢邊一定三仔同呢邊嘅 E 仔一定通嘅，唔使講嘅未啊？係咪啊？一定通嘅，唔使講嘅啦。所以呢啲唔使重複。好啦，而家講短路啦。嗱，而家啱啱測完地啊，短路呢就一箱先度線間嘅短路。咁啊38我哋唔使度嘅啦嗱。咁啊唔緊要，一仔未度，咁啊睇住一仔，睇住邊個有短路先。哇1同5喎，記得先。1同5先，記低先。揾短路嘅原理，用移標一支針接住某一點，另一支逐點接觸。見到移標發針，代表該2點嘅電線以短路。以1號箱第1點同第5點為例，你見到佢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線路，即係有回路，所以移標發針代表1號線、5號線以短路。另一例子，第1點同第9點沒有形成回路，所以佢哋互相沒有短路。提一下大家，每一個電線導點都有獨立線路狀態，所以第1步已經寫低咗嘅開路故障點，可以無需重複理會，只需關注未明身份嘅電線導點。好啦，1同5通咗嘅，好啦，今日再 check 晒佢，一嘢掃晒佢，一定要咁掃晒佢未啊？掃晒佢，冇啦，好啦，二仔同邊個？數先，數，因為5仔唔使啦，係咪啊？咁數佢，一路數，冇2仔冇啦，今日3仔已經有啊，因為啱啱 check 咗38啊嘛，所以4仔未 check，OK， 4仔冇事，5仔有咗啦，6仔未有，睇有冇煙又唔通啦，7仔未有，
又咁數數啦。九仔八仔有啦，九仔冇啦。OK， 十仔啦，十仔十仔同13，十仔同13啊，十仔同13，十仔同13啦，十仔同13，咁啊去咗啦。咁啊11啦，睇表11，11同14啦，11同14啦，11同14啦，啊搞掂。12冇啦，啊搞掂。咁啊13已經有啦，14有啦，15有啦，16冇啦，17冇啦，搞掂。咁啊呢一 part 1、2、3搞掂。好，啱啱 check 咗一箱啦，一箱呢度可以即刻寫落去嘅，二箱冇寫，因為我唔知點對稱明啊，所以睇住二箱，咁啊又係咁數啦。A 未有啦，咁啊數咗之後呢，咁數佢，數完之後呢 B 未有啦，又係咁數。冇啦 ，C 有嘛 ？C 未有，又數埋 C。CD 嗱 CD 出咗嚟 ，CD 出咗嚟，自己寫翻個 CD 先 ，CD OK。CD 出咗嚟就唔使讀啦，今日 CD 嘅 check 埋先，全部 check 埋先，全部 check 就係 CD 啦，即係 CD 冇啦，就係嚇 E 仔已經落地唔使 check 啦 ，E 仔要落地啦，好啦 F 要 check 啦，嗱。F 冇 J 睇有冇先啊？又數埋啦 ，J 冇啫 H 有啦 ，I 啊，I 同 L 嗱，跟住 I 同 L 搞掂 ，J 呢有啦 ，K 未有咁啊搞掂 ，L 已經有啦，跟住 N 有冇？冇啦，跟住細 N 啦，冇 O 有冇啊？冇，跟住係即係 check 埋呢啲嗱 check 埋跟住個 RQ 好啦 ，RQ OK，RQ 好啦，跟住呢個可以寫，但係呢個點呢兩 part 呢個一箱同二箱要對稱，我唔知有冇15同其中呢一 short， 所以我哋攞個夾啦，要攞夾啦，好唔好啊？攞夾點夾啊？首先夾 CD 先 ，C 同 D 先 ，C 同 D 先 ，CD 因為埋 CD 呢，因為呢係通嘅，所以夾嘅地線，因為條地線係相通嘅，所以呢就篤住條地線就同呢個同佢碰通晒佢，嗱就係1，睇有冇通先，防標就3仔唔使睇，4仔唔使睇，5仔有冇通啊？5仔因為1同啊嘛 ，OK。8仔應該落地嘅唔算，9仔冇，9仔冇 OK。11係11睇咪啦？即係11 CD 同11通，同14仔通，即係跟住即刻把佢搬 CT 同4仔 ，CT 同14。第3步係第2步嘅延續，揾兩箱兩點之間短路關聯，一個箱先將佢其中一個短路點接地，另一個箱一支針先接地，另一支針再接之前揾出嚟嘅短路點，因為1號箱同2號箱之間係由地線接通，見到儀表發針，代表該兩點短路點有關聯。以1號箱第9點為例，因為佢冇同2號箱 C 點短路，所以儀表就唔會發針。但係第11點就同 C 點短路，所以就形成完整線路，儀表就會發針。得唔得？咁啊通咗咯。咁啊 OK 14啦，好啦，跟住呢又點啊？同 IL 呢個 IL 啦，啊 L 呢個啦 ，L 就好啦，鉗住 I 得啦，因為呢兩個相通啊嘛，係咪啊？所以呢鉗住佢，跟住好啦，又嚟數啦，撳住個地，咁又係從呢度
一仔已經有啦，一仔有啦，照咁數，唔好理佢，三仔落地，唔好理佢，四仔照咁去，八仔係落地嘅，唔好理佢，就咁係咁廢。十仔有冇？十仔有喎，十仔呢度喎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十仔即係13呢度通啦，即係從十仔同13通，即係跟住把呢個 I L 同十仔相通咯，搞掂。跟住要揾咩啊？RQ 啦 ，RQ 即係呢個 RQ， 又同邊個通咯喎？咁啊，又撳住呢度，撳住個地，咁啊又掃地線唔使理啦，同邊個通啊？睇住，同個狗仔喎，即係同個狗仔通喎 ，RQ 同狗仔通喎 ，OK， 狗仔呢度冇，咁啊數到先，狗仔冇，因為呢個落地嚟嘅，得唔得？18係落地嘅嚇，狗仔寫個狗仔先，跟住呢同 RQ 對翻 RQ， 好啦，咁啊呢邊同對咗格啦，就要睇呢邊同隔離對咯喎，又咁調轉嚟啦，所以呢又鉗住呢度，就鉗邊個啊？呢個對咗，即係一仔同五仔，一仔係咪啊？未有啦嘛，咁咪又對嘅咯喎，又望呢度，又對住呢度，又篤住佢，睇同邊個通，因為 E 係落地嘅，唔使睇啦，又 E 落地啦，咁咪要去H 有啦 ，I 未入 ，C 啦 ，C 已經落到地唔算，咁咪一路數，N 有冇啊 ？N 冇喎，細 N，細 N 冇喎，啱啦，揾出嚟啊，揾個 N 呢個 N， 搞掂，咁啊對稱呢個數仔啦，數仔要開始啦，開路啦，開路就唔使諗咁多啦，開路點啊？鉗住呢度，因為呢一仔有啦，二仔有冇啊？二仔鉗住個二仔，得唔得？跟住篤住呢邊，因為我開始呢度湊二仔未有啦嘛，呢個一仔已經有啦，咁咪二仔咯，二仔未有，咁就又咁掃曬佢。呢個 E 係地線唔關事啊，全部掃曬佢H 都係落地嘅，唔好理佢C 都係落地嘅 K 就冇嘅L 呢有 L 呢度咗啦咁掃落唔好理佢O 已經有嘅咁咪一路咁掃咯冇啦，即係二仔係開路，咁明唔明先？第4步揾開路，先提大家已經揾出嚟嘅故障點無需重複。一個箱先將未明身份嘅接點接地，另一個箱一支針先接地，另一支再將未明身份嘅接點逐點接觸。今次調翻轉，儀表冇發針代表開路。以1號箱第2點為例，因為本身電線斷開，接觸2號箱 A 點，冇完整線路，冇回路，儀表不發針。二仔開路喎，跟住呢三仔已經有啦，三仔跟住四仔有啦，三仔有，四仔冇，四仔冇五仔有啦，今日好啦，又嚟數啦，冇理先，今日又咁數，落地冇理㗎啦，落地冇理嘅 ，E 係落地嘅係咪啊 ？H 係落地嘅，H 係落地嘅 ，J 係落地冇理 ，K 又冇嘢 ，L 都冇事 ，O 係落地嘅冇理佢，O 即係話呢個係四仔又係開路啦，跟住五仔，因為五仔有啦，六仔有冇啊？六仔冇，就鉗住六仔佢，又咁掃落，又攞個標，落地冇理㗎啦，明啊 ？E 冇理㗎啦，E 冇理嘅 ，H 冇理㗎，照咁掃，J 落地冇理佢，六仔喎，六仔呢個啱啱掃咗人啊！六仔同 K 喎，OK 睇有冇？同 O 唔算 ，O 係落地嘅 ，K 呢度冇嘅 ，O 係落地唔算 ，K 啦對住個 K， 即係六同 K 呢個正常嘅六仔同 K。第5步手法同第4步一樣，只不過儀表發針，
代表正常。以1號箱第6點為例，接觸2號箱 K 點時，因為電線係完整，有完整線路，有回路，儀錶發針。有最近考 A 牌朋友分享，一條正常嘅電線都會帶有0.5歐姆嘅內阻電阻值。通咗啦嘛，係咪啊？好啦，6仔搞掂就7仔，又鉗住7仔，7仔呢又咁數啦。7仔 E 唔算 ，E 係落地地係咪？要記得喎 ，E 係落地喎。J 呢？有冇 J 啊？呢度7仔啊，寫個7仔先。J 同 J 喎，有個 J 嗰兩字喎，即係呢個 J 通嘅喎。喂，呢個 H 唔算落地地嘅，即係 K 已經通咗啦 ，L 有啦，即係冇，好啊，即係話個 J 喎，得唔得？8仔有啊，9仔有冇？9仔有啦，10仔，10仔有啦，11、12未有，呢個12未有啊，你睇嘛？好啦，跟住12啦，咁咪一路又數咯，又數未啊？12同落地地嘅 E 啊 ，F12同 F，OK 呢個地線唔算啦 ，I 唔算啦 ，I 已經有啦 ，I 已經有啦，好啦，12同 F，12同 F 咯，咁啊，好啦，跟住13有冇啊？13已經有啦，12有啦，14有啦，15有啦，16有冇啊？16冇啊，係咪啊？咁咪鉗16咯，咁啊15已經出咗嚟啦嘛，16啦，又數啦，地線唔算啊，呢度唔算，呢度唔算，落地都唔算啦，好啦，16呢個16，呢個16咯，16就17啦，17有冇啊？17冇咯，鉗住17，都剩低17啊，跟住又係咁數 B 啦，咁啊，跟住 E 有啦 ，H 已經有啦，呢啲咁數又冇搞掂，即係17係18有冇啊？哦啱18，即係呢個啱啱點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啱18個點，即係揾晒出嚟。好啦，呢個 F 嘅剩低嗰條數就係英文字咪剩低係咩啊 ？A 可以寫啦 ，A 試先 ，B、C 有啦 ，A、B、C、D、E， 仲有咩啊 ？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、I、J、K， K 有，仲咩啊 ？K、M 大 M 係咪？大 M， 跟住呢就 P， 咁啊係咪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啱啱18個線全部揾晒出嚟。大致係咁揾啦，就我個人嘅認為咁度咯。咁一夜數起嚟，呢個18個線頭，呢18個人揾晒嚟，大家冇重複，又冇缺，咁咪搞掂咯。你想最複核啊？係咪自己複下？係咪 A、B、C 係咪同佢斷咗嘅？附上答案加透視圖。請問各位哪裏未清晰？歡迎留言。祝考 A 牌嘅朋友考試順利，過關斬將。多謝收看。